既然葛特曼敢站在台湾的土地上胡乱指控栽赃，我也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跟葛特曼对质。这不仅是捍卫我的名誉，也是捍卫台湾在国际医疗上的信誉。今天来是跟检察官那有一些询问我只在说明了台湾有很多人去大陆接受器官移植因为在台湾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跟移植后使用抗排斥药物的人数有很大的落差。那我们在临床上也常常听到台湾有病人去大陆接受器官移植。那中国大部分从死刑犯身上来取得器官，不过死刑犯并不全部是来自法轮功。事实上，因为大陆没有脑死判定条例，它不像台湾器官的来源是脑死的病人。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系统是我所建立的，所有对以上的这些数据很清楚。按照我的医学专业跟临床经验我对葛特曼的访谈做一些陈述，但是我说的事情，葛特曼不应当把愿意出来说明的人变成是摘取器官的主角，还在选权来台湾说我是骗子。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管是病患家属、医界同仁、国际学者，对我在医学上的专业有很高的信赖。当时葛特曼来台湾是为了要做人权相关的调查研究。我愿意具名接受他访谈，说明我所知道的事情。我说有人这样做，但葛特曼竟然把接受访谈者变成了摘取中介器官的罪犯，你知道？我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此外，葛特曼在出书前也没有再来信询问，你知道那2014年我方去函要求更正，葛特曼也回信确认我并非书中的主角，而且也答应说将来如果出新版他会做修正。但是令人愤怒的是，葛特曼在2018年出中译版时，竟然蓄意先出跟我有关的第9章，而且也没有对内容做任何的修正。此外，还来台湾开新书发表会，对我有不实的指控，这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台湾医界的侮辱。我过去30年有时间奉献给医学照顾过数以千计的病人。今日提告是因为我受到的不白之冤。中介器官买卖是非常严重的指控，这是对我个人最大的侮辱，也会影响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台湾的法院应是保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既然葛特曼敢站在台湾的土地上胡乱指控栽赃，我也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跟葛特曼对质。这不仅是捍卫我的名誉，也是捍卫台湾在国际医疗上的信誉。好，谢谢。今天聊得怎么样？有达到你的质疑，在场声音声量为总统大选有立委质疑在为总统大选